咱住伫下港的乡亲，若是对南投县的地米、水果这特产有趣味，唔免走来南投咯。这个高雄百货公司的卖场有南投特产的展览会，南投县内13个乡镇的特产拢够齐。若是做一届买到3000块，阁要送你指南宫的钱帽。一杯最鲜美的。 现泡好茶一杯算一杯，真好啉，回甘果润喉。隔壁单位嘛有看到这一粒一粒这么水，搁这大粒的水蜜桃，还佫有高香味，这拢是南投县的特产。即马伫高雄的百货公司展场就买得到。另外，南投游乐园这古早红啊，嘛比请就大闹热一个。南投县长表示讲，民众若是买较侪咧，还佫有小礼物。3000块以上的。 我们就送给他一个指南宫的纸墨让他带回去保佑家庭平安。消费满500嘛，使领到指南宫的第2个银币，马上就民众来排队准备兑换，真气真旺。这次参展南投县的办公室专员总出动。真的不是在系统看得到而已，我们真的拉到这个高雄地区来，跟在地的这些乡亲大家近距离的来面对面接触。 13个乡镇拢招到，就是要甲南台湾的民众无距离。